你就玩得開心啦，又有男朋友陪你玩，我就喺度暴曬。媽咪，你睇下我男朋友幾白淨，你話咗個秘密俾我知，原來佢成日做 Pico 去班㗎，我即刻帶你去，仲可以帶埋龍牌上嚟一齊做添啊！Pico 可謂美容界嘅黑科技，點解咁受歡迎？我哋嘅手勢精準度非常高，好似睇穿你塊面每一粒斑，用啱啱好嘅能量去打散色素，為你計算出最合適嘅療程次數。我哋會為你安排專屬激光治療師，同你進行1對1打班療程，持續追蹤你嘅個人恢復進度，唔會好似坊間咁每次都唔同人幫你做。同時 Pico 要打得啱力，打得唔啱就會導致反黑，有時表面睇落去好似白色，實際上色素可能殘留同增生更深，最後就變成斑塊更難清。睇下結果，啲斑逐漸變淡啊，同時皮膚膚質都提升。Pico 如果操作得好，能夠精準擊退色素，又唔會傷害周邊皮膚，唔會造成過度損傷。只要喺度購買398嘅療程，我哋就會用20蚊捐俾我啲朋友。佢哋流浪咗好耐，冇人照顧，我想靠自己嘅努力幫佢哋賺多啲罐罐。